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日搁来到主的圣日，伫这所在三合来敬拜主，藉着伊的话语，藉着圣灵的帮助，互咱明白伊的假使，互咱的灵命进步，互咱有信心。特别是伫现在这个疫情也未完全消除的时节，咱搁较着小心。仰望主，继续为着迄需要的当中的人来祈祷，愿主祝福因，带领因，为伫病痛当中，也互因早日恢复健康，并且有真侪人的工作也是生理受到影响，盼望以后伊豆豆恢复，真侪进口的货色无法通入来，所以做生理有困难。所以求主来帮助，咱三合来压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求主你甲阮同在。阮现在仍然抑个伫在疫情当中，虽然每一礼拜、每一日拢有减少，但是阮仍然着小心，因为有真有所在过去也是。伫咧豆减少的时阵，忽然间个疫情搁再升级，真侪人得着这个病痛，求上帝你怜悯，互阮伫这个所在以后的日子豆恢复正常，阮的生活也正常，伫各方面教会的活动也正常恢复过去的情形。求上帝你来带领，来帮助阮。主啊，求你圣灵来，互阮将今仔日的信息来放伫阮的心中，成做阮的力量，成做阮的信心，成做阮的盼望。阮感谢你，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在坟墓汗水，耶稣我救主，等待复活日来，耶稣我主，主从坟墓里复活，得胜一切仇敌与罪恶。主耶稣复活，得胜黑暗君王，从此永远与圣徒一同作王。主复活，主复活，哈利路亚，主复活。叮叮扫墓用，耶稣我救主，风死也归虚空，耶稣我主，主从坟墓里复活，得胜一切仇敌与罪恶。主耶稣复活，得胜黑暗君王，从此永远与圣徒一同作王。主复活，主复活，哈利路亚，主复活。死全不能困住，耶稣我救主，因已被主得胜，耶稣我主，主从坟墓里复活，得胜一切仇敌与罪恶。主耶稣复活，得胜黑暗君王，从此永远与圣徒一同作王。主复活，主复活，哈利路亚，主复活。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早起开电脑，
看这个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报告啊，讲昨日啊，今仔到昨日啊，这个全世界这疫情的情形怎样？伊讲昨日到昨日吼，全世界得到这个病毒的人啊，已经达到4.55亿几万人啊，真多4.55万50几万啊，所以啊，咱看这个疫情啊，愈来愈多，死亡的人数呢，一共全世界一共有600万人，超过600万人，其中一个国家已经接近100万人了，等于一个国家或者得病的人吼，已经占全世界1/6啊！所以这个数字啊，也佫会无停的升悬啊！这疫情啊，毋知影几时才会煞，几时才有一个结束，无人知影。有人想啊，是毋是有人想到，在得当病的这人啊，因思想内面啊，因咧想啥物？因咧顾虑啥物？因咧烦恼啥物？是毋是因会想到，如果因若死了，因的灵魂要到倒落去啊？是毋是因会想到，因若死了，别人就将伊的肉体、身体用啥物方式，甲解决这个身躯啊？是毋是甲火化，还是土葬，还是用别物方式？那么因将来这个肉体啊，会佫活啊袂啊？人会复活啊袂啊？抑佫想到人吼一世人劳苦，到最后就到啊着当病，最结束，一直到死亡。有人就安尼想，人的生命有啥物意义呢？咱要怎样伫这个世界活得佫较有意义呢？咱有将来的盼望啊无啊？所以这问题啊，拢是真重要。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要交大家分享来讲一个真重要的题目啊，就是国活的问题、复活的问题。The questions of resurrection， 因为这个真重要啊，复活的真理哦，伫教会当中非常的重要，对于全世界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伫基督教的信仰内面啊，是一款的根基的，这个国活的代志哦，是信仰的根基。若无复活的代志啊，就无教会咯，无有福音咯，基督的信仰哦，也是等于无意义咯。因为若无复活，人死咯，无复活要到倒落去啊？上下要拯救人啊！所以吼，复活的道理啊，非常的重要。今仔日咱要借着哥林多前书第15章啊，真长的一章圣经啊，咱要伫这章圣经当中来看到上帝要托咱的一个答案。真侪人啊，想到这个基督徒死了后会活啊袂，会佫复活啊袂啊？那么基督徒佫活会有啥物根基啊？下面吼要讲几点。头一项，基督徒佫活的根基就是头一项，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佫活咯。耶稣基督佫活咯，因为安尼
信徒才会搁活，有这个复活的代志。保罗就开始对福音的定义来甲咱讲，伊讲保罗讲啊，福音的定义是：我当日所领受与我传互恁的第一重要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讲的，为咱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如果照圣经所讲的，第三日复活了。三项要素，什么呢？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因为咱为罪，为着咱担当罪孽，为着咱钉十字架来牺牲伫十字架顶，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着人的罪来死。第二基督埋葬了，耶稣基督埋葬了。第三日，耶稣复活了。这三点啊，就是福音的内容。人若相信这个内容，圣经讲会靠着得救。咱有这个福音伫心内，三项信耶稣，因为伊为咱的罪死；信耶稣，伊为咱的罪已经完全无去了，无个纪念，埋葬了，咱的罪恶埋葬，叫耶稣当顶当埋葬。第三复活，甲耶稣当复活咯。耶稣搁活，咱也是会搁活。所以这三项非常的重要。来第二项，耶稣搁活，有影无影？圣经甲咱讲，基督复活显现，互真侪人看。伫第15章5节到11节内面啊，伊一搭甲咱讲耶稣搁活显现，互一家人看。所以第15章第5到第8节，伊讲，并且显现，互基法就是彼得看，然后显互12个使徒看，后来佫显互500个兄弟看。其中一大半伫保罗的时代如今也佫活咧。保罗讲，以后显互雅各看，佫再后来显互使徒看，最后显互保罗看，显互我看。保罗说我，意思就是最后显互保罗看。跩啊，是目睭看见的见证人，有个人甚至看到耶稣受难的全家庭，看到耶稣掠去刑罚，看到耶稣掠去钉十字架，看到耶稣对十字架顶推落来放落来，然后埋葬，有这石头来砍呢，有冰钉过呢。而且有风条风呢，到第三日，耶稣复活了，因为去找耶稣的身躯，耶稣无伫咧，落尾显现互因看，看到耶稣是一个荣耀的身躯发光的身躯，穿一个白的衫，发光，所以因跩去经历着所以伫跩见证人互因见证讲，耶稣的搁活毋是假，乃是真的，因为真侪人看到，叫伊三甲食，叫伊三甲住，叫伊三甲做阵，后来升天了。第二点甲咱讲耶稣基督若无死后若无搁复活也就是讲，基督无有复活咯。即个是讲基督徒死后若未搁复活，等于说
耶稣无复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搁活了啊，所以信徒会搁活。因为有个人讲说基督徒袂搁活，敢若因讲安尼呢？明明耶稣搁活，因讲说耶稣讲说我若复活了，恁也是会搁活。所以12节讲啊，既然基督对死来复活了，怎样伫恁中间也阁有个人无要相信呢？伊讲若无有死人复活的代志，基督也就袂阁活咯，袂复活咯。若基督无复活，咱所做基督徒、做保罗因、做使徒传的福音啊，便是枉然咯，就是空空无当用。恁做人听到我咧传，恁信也是等于无当用，换等基督也无阁活，并且明显的伊说，咱是为着传福音哦，是妄做见证，乱主做见证，错误的去做见证，因为咱是见证上帝叫基督搁活的。若无基督无活后，就是阮就是乱主做见证咯。因为阮传的是耶稣搁活啊，所以若无死人真诶，若无搁活诶时阵，神也无叫基督搁活咯。因为死人若无活，基督也就无有复活咯。基督若无复活，恁会相信哦，便是徒然诶，就是无当用诶。恁仍然伫罪内面啊，基督若无活，恁还在伫罪内面啊，就是怀伫基督内面困了诶人，怀死诶人。诶，基督徒啊，因也是袂得救，因也是会灭亡啊。所以相信耶稣搁活后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敢若是在信徒啊，哥林多教会啊，在这教会是外邦的教会，毋是犹太人的教会，因佮受到希腊人的文化所影响甲背景。因为当时啊，希腊因有3款的派系，头一种叫做伊壁库诺派，就是 Epicurean， 这是享乐派的因认为人死了后，灵魂就是散去了，离开了因的身体伫四别所在飞来飞去了。所以因此人死了后无生命了，无生命了。第二项呢，学派呢，就是斯多亚派 （Stoicism） 这款是禁欲派，禁止因的肉体的欲望，就是 asceticism。即个思想的人就是尽量来控制因的肉体这欲望这个是一款的道德，因道德的理论因解除这世俗的这粗鲁的代志因真注重这个苦行的苦受。就是走去旷野，走去山顶家己一个人禁食、祈祷、苦受修炼家己。咱像中国古早时的迄款的这个和尚有走去深山内面这个苦受修炼所以这个是禁欲主义因讲到这个人死后认为说这身体就变做元素咯肉体的元素，这灵魂袂过灵魂即会到上帝遐去被上帝用热体来吸收了，人就完全消失了第3款呢，就是柏拉图Plato
这个普陀柏拉图，伊哲学思想是相信灵魂未灭，但是唔相信肉体会复活。因相信认为说身体是人类软弱甲犯罪的源头，死亡的灵魂死亡是灵魂对肉体内面投放出来，佫是一项好代志。所以因有各款的在学说来影响着教会当中的一件对于肉体复活的代志。有的异端因教会当中有一件异端，伊借着这个人死后无个复活的代志，因无直接讲说耶稣无对死来复活，因只有讲说人死后袂个复活咯。为什么呢？因为因教会当中一家人抑个知影，甚至经历到。是耶稣对死来个活，有也个看到，见证着耶稣对死来个活，所以伊毋敢直接讲耶稣无对死来个活，因只讲啥物人死后袂个活，伊就是间接用这个人死后袂个复活来间接来反对耶稣，否认耶稣对死来个活，所以这个是一项真危险的所在。咱今仔日的信徒是毋是有即款的人，无相信耶稣对死来个活？有的人伊讲既然耶稣对死来个活咯，那么咱今仔日的信徒生命内面就是有即个个活的生命咯，无需要个身体的个活咯。有的人讲安尼，既然耶稣个活咯，咱的生命就是给耶稣复活咯，无需要说咱这个肉体会个活。有的人无相信这点。那么新派的神学派这个新派在神学就 Neo-Orthodox 还是 Modernism 在新神学派因唔相信肉体会个活。耶稣因讲耶稣会个活，只是精神的复活，还是心灵的复活尔定。但是说耶稣真有道德真有仁爱所以伊死了毋是伊的肉体复活，乃是伊的精神即款的慈爱公义，这精神抑个存在伫人间伊是相信安尼佫刷落去第14节讲，若是基督无有复活咱这信仰就真危险信仰就真危险。头一个危险是啥物咱传的无当用，信的也是无当用。传的道，伊讲若是基督无个活，咱所传的便是枉然 in vain 恁所相信的也是因vain的枉然的这是头一项危险的。第二项危险的所在就是因为耶稣个活的代志耶稣若无个活因为耶稣阮所传的是耶稣个活，但是耶稣若无实在个活阮就随便做见证乱做见证做假的见证所以这是第二个危险。第三个危险是基督若无个活信徒还在是罪恶当中等于无得救因为说基督若无个活，恁相信的是枉然的，恁还在伫罪恶当中你若假设耶稣说无身躯个活，意思就是说耶稣都未救家己的身躯，还在死还在死无迄个将来咯也无审判咯。所以基督若无个活，意思就是说因这个身躯也是无个人死咯，就是死伫罪恶当中所以这是真危险
第四点，基督若无搁活吼，以前咧吼死去的基督徒吼，也是会灭亡啊，因为无搁活咯，死哦就是受刑罚咯，灭亡咯。第五点，若是基督无对死来搁活，信徒就真可怜待，因为干哪只？怀无信主的人哦，伫世界顶面，会创啥物就创啥物，管你哄抢情欲来做排代，伊都说也无搁活咯，在世也是无将来咯，无永远的代志，无审判咯。所以世界顶无论做歹，将来也袂受审判，毋能够落地狱。所以因为无永远的即项代志咯啊，因为无搁活，灵魂肉体袂阁参做一个，所以因无相信这个。那么咱基督徒毋是啊，咱真谨慎伫世间的见证，咱相信神的话，所以怀无信主的人插伊将来也无审判，都无搁活咯，当然也是无审判咯。所以世间人的是金条有酒金条水，明仔日的树来明仔日，明仔日树来就明仔日谈长咯。所以咱基督徒相信主搁活，咱也是会搁活。将来有一个审判，还无信主的人毋相信，所以因伫这个世界平民因就是采取迄个什么金条有酒金条水迄款的情形啦。那么咱基督徒特别是小心。为主做见证，咱的生活就谨慎，袂羞辱主耶稣的性命，因为咱将来一日要徛伫审判台前，要得到赏赐，所以咱还无信主人，伊无将来的指望，咱有将来的望，活等基督若无搁活，咱的盼望是盼望将来咱就白白忍受在艰苦咯。咱就比世间的人因活的时阵也个会哄抢情欲，做因所要做的代志，咱就比因搁较可怜待。咱毋是安尼，因为咱有对将来有盼望。咱毋是伫世间，毋是一个可怜的做梦的人，因为咱相信搁活的代志，所以咱毋是一个伫世间，毋是一个可怜的人，只有迄个梦想，其实无影无影。圣经内面所讲的每一项，拢要应验，拢要实现。第三项就是基督的复活来保证咱基督徒会搁活。因为咱们见证讲，耶稣是对死来第三日搁活了，真侪人看到见证了，甲伊在耶稣搁活，耶稣甲人三合做一个生活一段时期咯。所以耶稣基督的搁活，就是保证咱信徒一定会搁活。圣经讲，但基督已经对死来搁活了，真侪困了的人，初熟的果子头一个 first fruit 头一个熟的果子是啥物意思啊？那有头一粒果子譬如是一丛这个龙眼树我细汉前爱爬去圆手咧顶骹看到了一粒较酸熟我摕起来食。以后要艰苦找无就以后会佫出起来，或者有开花，会结果，佫一粒一粒会熟去咯。所以有头一粒会熟，扫落去真侪会熟。因为耶稣基督是头一个复活的 first fruit， 咱以后信伫耶稣内面的人，也是会搁活，会复活，是按照咱家己时间无同的复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来保证。咱也是会搁活，正亲像初熟的果子，
头 first fruit 以后，还有真侪果子会熟起咱也是会国外的意思佫说落去呢讲到死人死是对一个人来的复活也是对一个人所以会死就是因为亚当犯罪，全世界的人就有迄个罪性，就会死但是耶稣来拯救世间人了，耶稣会国活，也就是啥物也是对耶稣一个人开始的所以圣经甲你讲，伫亚当内面众人都死了，照样伫基督内面伫耶稣内面也都要复活起来了。所以感谢主保罗甲当时的信徒因为深深的相信，经历到国活的主所以因心内真坚定无论去倒落传福音，拄着啥物困难，因坚定的信心，无惊牺牲，无惊吃苦，因为伊知影只占只轻现今，只占只轻的苦难，要成就将来的荣耀所以因劝基督徒要坚持因的信仰，坚持因的信仰有人问将来的这个身躯复活的身躯是变做怎样的会怎样所以保罗讲一些有人问死人要怎样复活要带着什么款的身躯来保罗讲无知的人你种的若无死就袂活，就袂算意思就是你一粒种子若无落去土内面埋种死了，伊袂阁活起来并且恁所种的毋是迄个将来的形体，不过是资料那么神伊随家己的意思托伊一个身躯，并且叫各款的迄个子随家己有家己的身躯的形体咱死了后要变做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伊的主意但是将来的身躯圣经讲是袂朽坏的，袂烂袂臭咱现在活咧的时阵会对出世到老的时阵一项歹去，目睭袂看去，愈来愈无，喙齿一个落耳孔愈来愈袂听无清楚咯，咱的骹行无力咯头毛直直发白咯，骹软手软咯，这些拢是会朽坏，会一直到将来一个死亡会烂，会变愈来愈会朽坏。但是将来咱的身躯变做一个荣耀的身躯所以咱信主的人，咱真福气保罗搁再讲一些，有一个奥秘就是咱将来要搁活，而且被提所以保罗甲咱讲一些，咱这个肉体咱这个肉体无法通入去天国咧，承受迄个国主宰来的时阵咱信徒对死来搁活，改变这个身躯，然后被提甲上帝同在，伫空中甲主相拄。所以保罗甲咱讲兄弟们，我甲恁讲血肉之体无法通承受神的国，会歹去会朽坏的，无法通承受袂朽坏的。我如今将这项奥秘甲恁讲，咱毋是拢要困，咱信主的人毋是逐个人会经过这个死，但是会改变，就是这个真紧一刹那一目眩的时阵迄天顶天色分迄个好，头一摆落尾摆分迄个好的时阵全死了的人要复活诚做袂朽坏的，咱也要改变。这会朽坏的要变做袂朽坏的，这个会死的要变做袂死的，
伊是将来一日主搁再来的时阵咱无一定每一个基督徒会经过死，但是咱一定会经过改变，会歹会变做袂歹，会朽坏变做袂朽坏，变做一个强的身躯。那么，怀死了的人怎样呢？死了的人怎样？伊讲会被提会被提，所以佢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第16、17节安尼甲咱讲，伊讲因为主的确要亲自对天顶降临，有呼叫的声音，甲天使长的声音，又阁有神的号要切单迄个伫基督内死了的人，的确要先搁活起来。以后咱跩活着抑阁存留伫世间的人的确要甲因三甲被提升起，被提到云内，伫空中甲主相拄，这样咱就永远甲主同在了。所以咱真福气咱将来会被提会搁活。什么人先搁活？还死了的基督徒会先活。然后咱跩无经过耶稣来的时阵，无经过死亡，咱就会被提了。但是身躯会改变，然后才被提。干那咱就改变因为咱伫地顶的这个身躯会歹去的，但是天国内面的身躯是袂歹，所以咱就经过改变了后，才有可能适合天国的生活情形迄个条件。所以搁活的代志证明已经赢过死亡了。你耶稣搁活，咱也要搁活。耶稣搁活是赢过了迄个死亡，死亡的关系。所以讲，这个必朽坏，会变做袂朽坏；这个必死的，会变做袂死的。迄个是圣经所讲的，死就会得胜被得胜吞灭咯。这个话就应验了。所以圣经讲死你得胜的关系伫倒落？死你的毒钩伫倒落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的关系就是律法。所以咱感谢主的恩典保罗劝咱，劝咱什么咱迄个感谢主，互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通得胜保罗劝咱讲，所以兄弟亲爱的兄弟恁着坚固，毋通摇动，常常出力做为主做工，因为咱知影恁的劳苦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毋是徒然的保罗劝咱说，咱基督徒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咱复活的真理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所以信徒就怎样呢？就相信耶稣搁活，咱爱搁活这个真理，这互咱有盼望才会互咱盼望，才有法人真真正正的有法人坚固，袂摇动，常常为主做工。因为咱也无相信耶稣搁活的代志，甲咱会搁活的代志咱就袂为将来来出力，咱的心就袂坚固。就是摇动随着世界的影响来摇动叫咱着常常较力做主的工作，因为咱知影，咱家己伫这个世间为主的劳苦是永远的价值，毋是徒然的。将来上帝要报答咱忠心做上帝忠心的仆人，将来有一日要得到报赏。所以咱现今的基督徒凡是
对国外的代志无真心的相信，无兴趣的了解，无管咱别人看咱怎样热心，别人怎样看咱积极怎样会出力咱跩拢是暂时的，是肉体的一件活动尔定。真真正正的主所欢喜的，就凭着信心相信耶稣的国话，咱也会国话咱的服侍，咱才有价值；咱的服侍主，才有法通坚固，才有法通袂摇动所以保罗用跩来劝勉咱，来鼓励咱。咱知影，现在是一个末世的时间，末世的时期。咱看在世界所发生的代志拢照着圣经的预言一项一项咧实现了，互咱看出来神的话语是真实的，袂改变的。互咱看起咱基督徒活伫世界是侍奉主是有价值的。咱将来一日是永永远远的伫荣耀内面，甲主三合同在伫迄个所在来享受上帝永远的福气。所以今仔日的信息来帮助咱坚固咱的信心，也互咱伫困难当中继续向前进，毋通灰心。咱的苦难是暂时的，这代志过了有荣耀，甲永远的听候咱。求主甲咱同在，三个阿头。亲爱的主多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互阮深深的相信，国话的信息是真理，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阮知影，耶稣对时来国话，阮将来一日也是会国话。当阮活的时阵，阮就活伫永远的国度内面。甲上帝永远同在，就无跩流目屎，无苦难，无战争，无死亡，无后悔，跩苦难的代志，拢是有上帝的爱甲咱永远同在。感谢你，感谢上帝，感谢圣灵的驾驶，开阮的心窍来接受耶稣的真理。直到永远，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